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愛書人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周龍靜。今晚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名一聽落已經有少少可愛，但其實有幾有力量嘅書。貓係最好嘅人生教練。老實講，第一次見到呢個書名，我自己都會心微笑，因為貓同人生教練放埋一齊，好似有少少反差。我哋平時諗起人生教練，可能會聯想到一啲好積極、好有行動力、好識得規劃人生嘅人。但係貓呢？貓多數俾人嘅感覺係懶洋洋、自我，唔多理人，想瞓就瞓，想走就走，開心先俾你摸兩下，唔開心就轉身離開。但你越諗，就越會發現，可能正正係因為貓唔似人，佢先有啲地方比我哋更識得點樣生活。呢本書之所以吸引，唔係因為佢真係教你點樣變成一隻貓，而係佢借住貓嘅天性、貓嘅行為、貓面對世界嘅方式，調翻轉頭問我哋一句好深嘅問題：點解我哋作為人越大越辛苦？點解我哋成日要討好人、趕時間、壓抑自己、懷疑自己？但一隻貓就可以活得咁理直氣壯、咁安然自在。出版社書界都講得幾清楚，呢本書想帶讀者由貓身上學習點樣擺脫疲倦、心累、冇自信嘅日常，重新善待自己，去做真正重要嘅事。當中亦都特別提到，面對壓力、被人踩界、驚人哋唔中意自己、生活節奏太快，或者需要協助嘅時候，都可以試下學貓，清楚處理問題，守住界線，忠於自我，放慢，直接表達需要。而我自己覺得呢本書最有意思嘅地方係，佢其實唔係一本大聲飲住你要成功，你要自律，你要變強嘅書。相反，佢比較似一個好安靜嘅提醒。佢好似喺你身邊輕輕講：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咁辛苦咁做人？你可唔可以學識好好咁對自己？呢本書其實講緊乜？如果要我用最簡單嘅方法去總結，我會話貓係最好嘅人生教練。其實係一本借住貓咪性格同生活哲學，去提醒人點樣活得更自信、更自由、更自在嘅人生書。出版社同書界都用咗類似方向去形容貓，識得欣賞自己，保有好奇心，唔太在乎人哋眼光，唔逢迎討好，享受獨處，而且識得喺安全時放鬆，喺需要時警覺。聽落好似好簡單，但其實越簡單嘅道理越難做到。因為我哋人真係好容易活得太複雜，我哋會因為一句說話諗成晚，會因為人哋一個眼神就懷疑自己，會因為怕得罪人，明明唔想做，最後都硬住頭皮去做，會因為想證明自己有價值，不停忙，不停跑，不停回覆信息，不停撐到最後，連自己鍾意乜、需要乜、開唔開心都差唔多唔記得咗。而貓呢？貓唔會，貓肚餓就食，嚇就瞓，唔鍾意就走。信任你先會靠近你，有界線，而且唔會覺得有界線係一件需要內疚嘅事。我覺得呢樣真係好值得人學，因為好多成年人活到最後，最缺乏嘅唔係能力，而係同自己相處嘅能力。點解作者會話貓比人更識得生活？作者喺書界呈現出一個幾鮮明嘅觀點，關於人生，貓可能真係識得比人類更多。佢唔係話貓識賺錢、識寫計劃書、識經營公司，而係話貓喺活着呢件事上，往往更忠於天性，亦更懂得保護自我節奏。呢句說話，我初初聽會笑，但係笑完之後，你會覺得佢真係有啲道理。因為我哋成日以為成熟就係壓抑，成日以為懂事就係委屈自己，成日以為善良就係唔可以拒絕人，成日以為努力就係永遠唔可以停。但一隻貓會話俾你聽，唔係喎，我冧就瞓，我唔舒服就縮開，我需要安全感就自己揾一個角落，我想撒嬌就行埋嚟，我唔想被打擾就走遠啲。我唔會因為你失望而改變我本身嘅節奏。我哋聽落可能會覺得貓好自我，但其實有時所謂自我
唔一定係自私，有時只不過係佢冇將自己活成別人嘅期待。而我覺得呢個正正就係好多成年人最深嘅痛。我哋好多人都唔係活成咗自己，而係活成咗父母想要你成為嘅人，伴侶期待你成為嘅人，上司想使用嘅人，社會覺得你應該成為嘅人。到最後，唯獨冇問過自己，我自己其實想點？書中最打動人嘅第一個提醒，把自己擺返第一位。有讀者書集整理到，呢本書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學貓，把自己無條件擺第一。另一個重點係喺需要時警覺，喺安全時徹底放鬆。再者，信任係選擇，選你所愛，愛你所選。我覺得將自己擺第一呢句對好多人嚟講都幾刺耳，尤其係亞洲人。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要乖，要讓，要顧全大局，要識做人，要唔好咁自我中心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到，你根本冇能力好好去愛人。我唔係叫大家變得冷漠，我唔係話從此只顧自己就得，而係我想講，你都應該係你自己生命入邊最先被照顧嗰個人。你肚餓要食，你足要休息，你受傷要承認，你唔開心要面對，你被人消耗緊，要有勇氣停。我哋好多時最大嘅問題係，我哋好識照顧身邊所有人，但偏偏對自己最苛刻。朋友失戀，你會安慰佢；同事壓力大，你會體諒佢；屋企人唔舒服，你會擔心佢。但係到你自己情緒低落，你就會同自己講：撐下啦，唔好咁脆弱啦，仲有好多嘢做啦。其實點解我哋唔可以用對別人嗰份溫柔，有少少留俾自己？貓唔會因為今日冇精神就怪責自己，貓唔會因為要休息就覺得自己失敗，貓唔會成日同隔籬嗰隻貓比較，呢樣真係好值得我哋學。第二個提醒，有界線，唔需要內疚。出版社書界其中一個最實用嘅位，就係提到，當有人想佔你便宜，踩過界時，可以學貓，平靜表達自己意見。一旦有人撈過界，就挺身捍衛自己權利。呢句我好鍾意，因為佢唔係教你攻擊人，而係教你守護自己。好多人一講到設界線就會驚，咁樣會唔會好難相處？會唔會俾人覺得我好自私？會唔會人哋之後唔鍾意我？但其實一個冇界線嘅人，最後唔係更善良，而係更容易累，更容易怨，更容易委屈。你成日勉強自己幫忙，你成日應承自己唔想應承嘅事，你成日為咗避免尷尬，吞咗好多唔舒服落肚。久而久之，你表面可能好好人，但你內心會開始好疲倦。貓就唔會，你想摸佢，佢願意就俾你摸，唔願意佢會走。你唔會覺得佢無禮，因為你知佢只係清楚自己舒服嘅範圍。我哋做人反而常常連自己舒服嘅範圍都唔敢講，所以呢本書其實俾我一個幾大提醒：界線唔係拒絕愛，界線係保護關係。因為只有當你真實、清楚、唔勉強，你先可以真心咁留低。第三個提醒，唔好再為咗被鍾意失去自己。書界亦都有一個我覺得非常中肯嘅地方：當你擔心被人哋討厭嘅時候，學貓，忠於自我，保有自己嘅渴望、個性同需求，唔需要硬將自己塞入某個框架。呢個真係好中，因為我哋太多人由細到大都習慣咗被鍾意比做自己重要。你講說話要諗清楚，驚冒犯人；你表達意見要客氣啲，驚俾人覺得你麻煩；你唔敢拒絕，驚人哋話你唔夠義氣；你連自己真正鍾意乜都未必敢認，因為怕同主流唔一樣。但貓最迷人嘅地方就係佢從來唔討好，但人仍然好鍾意佢。點解？因為真實本身就有力量，因為唔勉強本身就有魅力，因為當你唔再拼命證明自己，你反而更似你自己。呢個世界成日鼓勵我哋經營形象，但好少提醒我哋經營內在。我哋會花好多時間諗點樣令自己睇落成功，睇落得體，睇落值得被愛。但其實最重要嘅唔係睇落似乜，而係你喺夜晚一個人靜落嚟嘅時候，你仲認唔認得自己？第四個提醒，休息唔係罪，
慢活唔係懶。出版社明確提到，當生活步調太快嘅時候，可以學貓，冷靜落嚟，有意識感受自己經歷嘅每一刻，唔使急住填滿每分每秒。我覺得呢句根本係寫俾香港人。香港人真係太忙，忙到食飯都急，忙到放假都唔識真正放鬆，忙到身體已經發緊信號，但係腦仲喺度話再撐一陣。我哋成日覺得一停落嚟就會落後，一休息就會有罪惡感，一唔 productive 就好似浪費咗人生。但係人生真係一定要咁用效率去衡量咩？貓瞓覺嘅時候係100%瞓覺，曬太陽嘅時候係100%曬太陽，望住窗外發呆嘅時候係100%發呆。而我哋呢？我哋休息都唔專心，睇劇會內疚，去旅行都會不停覆公事，甚至同最愛嘅人食飯，腦都仲喺度跑工作清單。其實唔怪得我哋咁耐，因為我哋唔單止身體冇休息，連心都冇機會停。所以我真係好鍾意呢本書，其中嗰種貓式哲學，唔係叫你懶，而係提醒你，你都係生命嚟㗎，你唔係工具。第5個提醒，信任唔係義務，係選擇。有讀者整理到，書中有一個好值得記住嘅觀點：信任是選擇，選你所愛，愛你所選。我覺得呢句好成熟，因為貓唔會見到每一個人都衝埋去，佢會觀察，會保留，會試探，等到佢覺得安全，先會慢慢靠近你。其實咁樣先健康。我哋有時候對關係太急，太快信任，太快投入，太快將自己交出去，到最後受傷，先話點解人生咁複雜。但可能唔係人生複雜，而係我哋太少俾自己時間去睇清楚。貓教我哋一樣好重要嘅事：靠近一個人，唔應該因為寂寞，而應該因為安心。你可以善良，可以溫柔，可以願意相信人，但你唔需要對所有人都毫無保留，因為真正值得你打開心門嘅人，唔會催你，唔會逼你，唔會消耗你，佢會讓你慢慢信任，而唔係逼你證明。呢本書最可愛，但其實最深嘅地方，我覺得貓是最好的人生教練。最聰明嘅地方，就係佢冇用一種高高在上、說教式嘅口吻同你講人生大道理。佢係借貓呢一種又可愛又有距離感，又帶啲神秘嘅存在，慢慢將一啲其實好深嘅人生問題講得好輕。例如，你有冇善待自己？你有冇忠於自己？你有冇留意自己壓力真正來源？你有冇俾人鬧過街？你有冇活得太趕？你有冇將太多時間浪費喺討好人？你有冇忘記咗生活其實可以唔使成日用力，有時就係咁。一啲最深嘅道理唔一定要好沉重先入心，反而係當你帶住微笑讀到某一頁時，突然會停一停，然後心入邊輕輕講一句：係喎，我真係好耐冇咁樣對自己。我會好推薦呢本書俾以下幾種人。第一種係成日覺得好忍，但又唔知自己點解咁入嘅人。你可能唔係真係工作量最大，但你個心好忍，因為你成日顧人感受，成日自我懷疑，成日唔識停，成日逼自己做一個冇問題嘅人。第二種係好容易內疚，好難拒絕人嘅人。如果你成日怕人失望，成日想做個好人，做到最後委屈晒自己，咁你真係好應該睇呢本書。第三種係冇咗自己節奏嘅人，你日日都喺做嘢，但其實你唔再知道自己點先算開心，你連休息都唔識，靜落嚟反而會不安。咁呢本書可能會提醒你點樣重新感受生活。第四種當然就係貓奴。如果你本身已經鍾意貓，你會睇得好開心。但係我想講，就算你唔係貓奴，呢本書都值得睇，因為佢講到最尾根本唔只係講貓，佢講緊係人點樣可以對自己好少少。如果要公道少少去講，呢本書未必係嗰種會令你拍案叫絕，覺得理論好嚴謹、結構好龐大嘅深度心理學作品。佢比較似一本人生小品，一本溫柔嘅提醒，一本你可以隨手翻、隨時停低諗一諗嘅書。從公開書界同書宅睇，佢亦確實係以簡單易讀、生活化例子
短篇式觀點為主，而唔係學術論證。所以，如果你期待嘅係一套超完整心理學系統，你未必會覺得佢好硬核。但如果你問我，一本書係咪一定要好複雜先至有用？我覺得又唔係。有時，一本書最重要唔係佢講得幾多，而係佢有冇喺你最需要嘅時候提醒你一件你差啲忘記咗嘅事。而貓係最好的人生教練，俾我嘅感覺就係，佢未必會徹底改變你人生，但佢可能會令你今晚開始對自己溫柔一啲。其實咁已經好珍貴。如果你問我，貓係最好的人生教練到底講緊乜？我會話佢講嘅其實唔單止係貓，佢講緊係一個人點樣喺咁疲倦、咁嘈、咁容易迷失自己嘅世界入面，重新學識欣賞自己，守住界線，唔再討好，識得休息，慢慢信任，同埋好好生活。我覺得呢本書最動人嘅地方，唔係佢要你變得更強，而係佢提醒你，你可以唔使成日咁用力，你可以唔使成日向外證明，你可以學識好安靜咁企返喺自己嗰邊。如果你今晚都啱啱好覺得有啲奶，有啲心累，有啲想逃離人群，有啲唔想再解釋自己，有啲懷疑自己係咪真係一定要咁辛苦先叫活得有價值，咁我想借住呢本書輕輕同你講，你可以慢啲，你可以靜啲，你可以有界線，你可以唔討好，你可以先照顧自己，你可以學習一步一步活得似返你自己。有時真正識得生活嘅可能唔係我哋，而係一隻識得曬太陽、識得瞓覺、識得唔勉強、識得靠近真正令自己安心嘅人嘅貓。而我哋要學嘅未必係做一隻貓，而係學返點樣唔好咁為難自己。呢度係愛書人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周龍靜。多謝你今晚陪我一齊安安靜靜咁讀咗一本關於貓、關於自我、關於善待自己嘅書。如果你最近都想揾一本到唔會大聲飲你，但會溫柔提醒你，你都值得被好好對待嘅書，咁我真係會推薦你去睇一睇。貓係最好嘅人生教練。願你喺呢個成日催你快啲再快啲嘅世界入面，仍然記得，有時最重要嘅唔係跑得幾快，而係你有冇好好咁活喺自己嘅生命入面。我哋下次再一齊讀書。